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无新的本土病例有4个境外病例来学幼儿园老师为着病幼儿园2个班停课14天。透早5点外，高雄屏东过界的老龙溪2台沙石车驾驶的驾驶河水冲走，桃园龟山一间沙石场拖一个放弃缀着一台客停车。今仔开始，预约纸本的5倍更民众会当伫邮局领更1000块国民旅游更等优惠，今仔开始抽扣啊！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新的本土病例，有4个境外病例，无人死亡。来学幼儿园老师为着病，嘛扩大采检118个人，目前有109个人是阴性。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的疫情的状况。没有本土的病例，那境外移入有4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必须要采检的有118位，那目前已经采检的有113位，那阴性的有106位，那检验中的有7位，还有5位待采。BNT 的第1剂的部分，那符合资格的有117万人。多人那已经完成预约的有92万9千多人。那从今天的10点开始 ，AD 第2剂的部分，符合资格的有97万多人，完成预约的有66万4千多人。那有关第12期的部分，我们目前在针对 AD 的部分在等它进来。那另外我们还在规划，就是也是要分流的预约啦，那目前进到最后阶段。咱再来看台北市内学一间幼儿园，有一个40多岁查某老师昨确诊。台北市卫生局考出接触者甲家属居家隔离哦。幼儿园今仔嘛停课1天，有2个班哦，因为甲老师有接触，所以要停课14天。最近2例本土病例，虽应该拢是个案，也毋过有医师是认为讲，这件社区社会事件有可能佫有一寡空芳哦。防疫嘛是袂当放零。一个住伫新北市，伫大埔某一间幼儿园教册老师确诊。目前科内接触者，老师甲学生拢总42个人，包括家属、居家隔离80个人。这个老师有接触到的2个班级，停课14天。幼儿园今仔日以封城停课1天。当时的判断认为这是旧案，然后传染力不强的话呢，停课的天数就不用太长。幼儿园干那停课1天，敢会造成防疫空芳？几个医师认为讲，要是要等指挥中心下晡公布 PCR 甲抗体检测的结果，地方才看要安怎处理。因若这个老师5月底有家扫，有做过1档莫德纳疫苗，这个月初9采检阳性，初10转阴性，11佫转做阳性确诊。医师周碧谦讲，台湾未来会有愈来愈侪本身无法度甲病毒压落来，有当时阴性，有当时阳性的患者。是否要继续定期的一些病毒检验，或甚至说尽快完成疫苗的一个有效注射，拉大综合抗体，这可能是未来的公卫政策要去考量的一个局面。初9一个1岁查某囡仔甲因兜的人确诊，根据验出来抗体，指挥中心研判是顶一批本土疫情留落来旧案件。医师李炳英讲，是要搁一摆提醒大家，社区内底一直拢有不明感染源的事实。从去年的经验到现在，我想最主要还是循着我们原来防疫的那个政策去走，针对疑似的个案，加强警觉，多做一些那个新冠的检验。李炳英认为讲，连确诊几啊天了后，佫出现确诊者，伊袂感觉意外。进前社区卫团的规模真大，所以要是爱较猛醒咧，除非社区佫标出大规模的感染，若无目前是无需要做预防性的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跟解读因为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除了花莲县停班停课，金门县甲连江县嘛宣布讲，伫暗时6点进前要停班停课。东半部的宜兰甲台东是大风大雨，也毋过照常上班上课。2个县中的面册顶头有真侪民众质疑县政府的判断错误。气象局是表示，下晡雨就会较细，东半部累计雨量卖超过300毫米。透早落大雨，爱去上课，做妈妈的无通顾家己已经压淡去，就是干那惊囡仔会去压着。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东半部透风落雨，花莲县宣布停班停课。
宜兰县甲台东县早起的风雨是一阵一阵，侪网友是真不满。去县长林志妙甲姚庆玲的人面找老话，这支县府干那会晓看数据，袂晓看市民甲情形。一直在想会不会放假，半夜就比较少了，一阵子一阵子。因为风雨真的还是蛮大的，昨天晚上风也是很大，对吧？因为那出门的话，小朋友真的也是蛮不方便的。风靠较正向的所在，还有金门县山后民俗文化村内底100年的树啊，未堪日透风，树身为中全安尼凹断去。县府翻点12点30分，政策向改变，宣布12停班停课，一直到暗时6点。有法啊出门要排单，听到广播才知影停班停课。金门的阵风达到9级至10级，一个一栋栋的向阳隔地入口厝的牌楼全安尼倒去，加在迄当阵无人经过。因那海基仔的风影是真大，水头港的渔船啊去互风吹甲变去，渔民靠竹牌啊甲浮动码头要来抢救这贵重的物件。虽然依规风台海上警报已经伫早起8点半解除，不过气象局提醒，过昼了后落雨的情形才会豆豆转好。东半部地区累积的雨量可能会到300毫米。在屏东县的西大武山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发生在西大武山的邻县。如果用来代表它台东县的降雨、山区的降雨的话来说，是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过去比较明显，而且未来还是持续。除了连江县、金门县宣布停班停课到暗时6点，宜兰县台七线86.5公里的所在有车路落去，影响交通。台东乡四季国小、南山国小、台东国中3间学校嘛宣布停课。台东县金峰乡嘉南国小、甲海端乡武乐国小等等的学校，还有桃园复兴区嘛宣布停课1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哦，花莲的雨嘛落了真大，今仔透早到中昼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31毫米，山区甚至有可能会有800毫米哦。有真侪所在拢传出淹水，某部分的地区有发生小规模的土石流。花莲市从11开始雨就真大，尤其是半暝雨是规桶倒，互市区袂少车路积水是真严重。到12透早，雨也是落无休困，乡下大道附近的水要下袂离，请个队员四界清理沟啊。民众骂讲工程恐惊有问题。烂，太烂了。还水不了。我们建议说不要做江界大道，因为本来我们多年淹水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建议不采纳。要求我们的那个工程队啊，赶快抽水啊，但是抽水抽的也是蛮快的啦，很快就是退掉了啦。现在污水就是污水道的工程问题。污水道的问题是。我山区的国福里石壁地区，埔海边连外道路淹水真正力，一个轿车吊车全淹去。另外，秀林乡东门部路翡翠谷嘛发生水崩山，边仔的木瓜溪规个涨起来，造成是真烦恼。这样看来，这个应该是昨天半夜就下来的土石流哦。落石的区域还蛮大块，大概这样看来，从另一个尽头到这边大概是90公尺的距离。南区的秀姑乱溪嘛，因为大水雨，溪水规个涨起来，水港公路嘛袂通。水乡的基美部路向变做孤岛，高丽顶赤瓜山的三甲道路，水是真错流，即嘛嘛袂通，袂入去。现在山上都不能过，对不对？对呀，山掉了，山掉有点大小。最严重的还是花64线，从500K 一直到我们的长虹桥这一段，都有断断续续的土石流跟路树的倾倒。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今仔日为饭店甲中昼，花莲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331毫米。花莲县政府目前已经撤离山区2305个人，收容184个人。目前有16000多户失电，其中15287户电已经来啊，因那铁路的部分是维持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5点外，一个真恐怖的现场。高雄屏东隔界的老龙溪，因为溪水涨起来，有2台山车驾驶的驾驶互水冲走，驾驶嘛落来去溪里哦，赶紧出动怪手甲直升机，才甲人救出来。现场是真紧张。直升机飞到沙洲顶悬，水流真急，民众伫沙洲顶面风吊挂起来，雨风吹甲海来海去，画面看起来真危险。直升机协助吊挂受困的3个人，较早之前阁有1个人。伫个要互溪水淹过的沙石车顶悬，靠怪手想办法挖过，互伊爬入去斗仔内底，顺利救出。这人救出来，斗仔内底。受到远过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屏东这2天一直落大雨。12号半暝到中昼为止，西大武山的累积雨量已经来到467毫米以上。
是全台上悬。山区大雨嘛，互老龙溪溪水涨起来，害工人受困沙洲。有2台砂石车在大金桥下老龙溪底疏浚变道，因溪水暴涨，翻速受困。我们也利用各种方式抛绳枪以及那个下方拦截拳进行抢救，顺利的将4名受困者救出。消防局出动9车2艇17人去救人，无奈溪水伤过急，快速救出1个人了后，其他3人由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吊挂。规个救援开要3点钟才顺利救出所有的人。加在4个受困的司机内底，但有2个人轻伤，送医了已经无大碍，才结束这场惊人的意外事故。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透早4点外，桃园龟山东万寿路的沙石场，因为土石放弃去缀着一台经过的客停车，经消抢救2点外钟这个司机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了。意外发生的原因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画面内底这架客停车还佫缀伫个沙石下底，车底司机被救出来已经明显死亡。家属赶去现场是艰苦甲袂晓讲理。12透早4点外，龟山区东万寿路的沙石场放弃，一只拄好经过客停车，全规个叫抬落。警消接到报案，随赶去现场，3台重机具嘛协助开挖要来抢救。我们总共出动9车22人前往救灾，急诊车上人员已在6点37分的时候已经救出。那伤亡的状况呢？目前目视明显死。针对沙石场围墙倒去，地主内底沙石规个崩落，造成1个人死亡的事故。早起东万寿路双向的车路是拢先封起来，要通行的车辆就要改行万寿路一段。目前路南的车道已经清理好势，会当通行。按算中昼开放单线双向通行，下晡3点就会当恢复双向正常的通行。我大哥今天这样子出车祸，绝对会让他们有法律的责任。救难人员抢救司机出来后，已无生命迹象。本所后续制作家属及砂石场员工笔录，并通知负责人到案说明厘清案情。根据初步的了解，沙石场放沙石的所在设备已经真旧，才会地势放弃。牵连着透早为桃园往花莲方向驶过圣地客运车运将，就安尼来死亡。龟山分局花莲派出所通知家属，甲沙石场的负责人做笔录，嘛报请检察官上验，专案以业务过失地势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对昨暗到今仔日是风大、雨大、雨大山区雨是落了真凶。水利署嘛将对达林乡发布淹水的一级警戒伫台湾部落大水是灌入去一间林家厝，真恐怖。因为台东县无宣布讲停班停课，也毋过授权予学校家决定，这嘛造成部分家长的困扰。目前上新的消息是，太麻里、金峰、甲达林乡各离岛已经宣布下晡要停止上班上课了。台东县达林乡台湾部落都有规模的大水祸，这户民家厝后壁又阁出现大水灌入厝内，水势真大，就像水墙，厝住一支火野，规暗拢唔敢困。3点还在忙着在看那个水会不会变大。也有民家厝的铁皮厝顶根本就挡袂掉这波雨势，厝外落大雨，厝内落小雨。台东县南回地区透早雨就真大，过拄好是上课时间，达人甲大武乡的部分学校出现学生自主请假情形。并无国小都有一班19名学生全部请假，学校只好宣布停课。目前台东县包括南回甲南怀，拢总有5间国小宣布停课。大埔高中是予68位偏向山区学生请假，阁补课。也毋过县府无统一宣布，予学生家长感觉真无方便。太辛苦了吧？有的家长没有车子的话，他们怎么要骑摩托车吗？还是怎样？是因为天气的因素所以不列入缺旷课的记录那也让学生作为其他假的一个安排。台东县政府表示，考量风台管理，依据气象局资料，全县风力雨量无达到停班停课标准，才无统一发布。也毋过授权各学校以天气、交通状况决定敢要停课。记者综合报道。中部的山区嘛是落大雨，昨下晡有民众去爬山，结果有一个54岁姓李的查甫人去互溪水冲走，警消昨是找无人，今仔是继续出动8台车，24个救灾人员甲2台空拍机继续找人，也毋过阁无消息。伫咧北中的溪水边啊，搜救人员沿着河谷来找找失踪者的下落。无看，这嘛无看，这无落啊。远过风台为台湾南边外海扫过，外围环流却是为中部山区带来大雨。台中和平区的友兴溪出现暴涨的水势，
11号下晡有一对男女做阵来爬罗马降走，行到马浮桥的时阵，54岁李姓男子无说离去河水冲去，警消得到消息了后启动搜救。民众2人一早结伴攀登罗马纵走，下午下山时经过有胜溪，在涉水时因溪水湍急，1人遭溪水冲走。警消、义消、林务局人员及本所警员仍持续搜救中。12号一透早，17名消防队员、4名义消、2名林务局人员、甲1名警员继续投入搜救。受到天气甲水势影响，消防队员无法度进入水域，该出动2台的空拍机，配合烟花能力巡查，继续往优胜溪下游来找找。目前的话，整个雨势跟水势都很大哈，然后现在目前搜救不是很容易。然后有关沿途的部分，能够下水的部分，同仁就会下水去做一个搜索。然后另外我们有征调了2部的民间义消的那个空拍机前往搜救。原则上我们会从落水点的部分，沿着落水点往下河去做一个全程的空拍的动作。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罗马降走是这几年新兴的登山路线，是为思源垭口附近来爬罗叶尾山，前往马武左野郡山。这路中会趟过溪流，再过来爬山。目前警消团队全力来搜救，希望有好的消息传出。记者台中报道。今仔早起开始有注文纸本5倍券的民众，地当开始伫邮局领券。各部会提出优惠，亲像1000块的国民旅游券，嘛伫今仔开始抽考啊。这礼拜无抽过，都有机会。早起的时间，台北的风雨一阵一阵来，不过邮局的人要是一透早就伫个门口传咧等，要互民众来领这款纸本的整形5倍券。本来想说早点来，不会那么多人，就好像人还蛮顺的。我想是当然要排队啊，真的还好来没有，年纪大了也不会说什么还要加值什么的，不要，单纯一点就好了。使用健保卡来确认资格，顶悬才搁签名，就会当来领到5倍券。以台北内湖邮局来看，每30分钟就是一个时段，每一个时段来开放49个人有约。伫12这天专业拢满啦，现场无出现排甲落长的人潮，规个作业嘛拢真顺遂。不过嘛有民众唔知影讲这边是爱先预约，才会当来领券，因透早来邮局煞领无。如果政府说11月1号可以领的话，我11月1号再来领好了，比较不麻烦，因为预约的话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这样子。3倍券也有丰富的经验，但是还是来看一下，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需要有那种公司需要交通部来协助的。不过今天早上看起来，因为受天候影响，好像人潮还不算多了哈，只要预约好了，那再来就不会有拥塞的问题了。唔若讲邮局的纸本5倍券会当开始领，各部会这个家渡券嘛，为12开始连续4礼拜来抽到这款国旅券，就伫个早起10点30分来抽出第一批60个好运的人。这个号码是因身份证后壁的2码是2132986797，甲尾仔3码是41的人的这个登记者。没有一些使用的量的一个广度也大，不管你是住观光饭店啊，或是一般旅馆，将近4500家左右了，还陆续在申请增加中。国旅券第一批60万人会伫个下晡5点收到简讯。要若讲同款面额是1000块的爱元券，是伫个下晡3点半要来抽出25000人。这个好运的人，就会伫个13用简讯来甲通知。记者综合报道。10月7日开始，5倍券就当开始使用。也毋过伫苗栗有店家煞收到300多块进前发的已经过期的3倍券，店家已经报案，警方嘛主动来追查，嘛提醒民众甲店家就爱特别注意。店仔内面人摕排队等要点菜，一位妇人人摕进行券要付钱，伫柜台倒收钱的头家的查某囝回头确认会使收，最后将进行券收落来。即阵进行5倍券已经会当使用，店头家将纸本券收落来。不过暗时结束的时阵才发现讲，竟然收到已经袂当使用的3倍券。代志发生伫10月11日下晝3点外，这个妇人人点的是卖总共375块，为皮包内面提出已经过期的2张200块面额的3倍券纳销。店头家讲虽然金额无济，却感觉互欺骗。本身自己还没有到去领券，所以小朋友也不知道他现在5倍券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才会误收。因为这样看起来所有面额都是一样的，请大家要小心注意。
其他店头家也讲，3杯罐到5杯罐看起来是真相像，无用的是可能真歹去注意。实际来比较看卖，3杯罐中的度是台啤金马，5杯罐是台湾长尾山牛。3杯罐的注意字样是我正边，那5杯罐是我倒边。使用期限的部分，3杯罐是用到去年的12月31，5杯罐是用到明年的4月30。目前店家尚未报案，本分局知悉本案后，已主动联系店家，并将查明使用人身份依法侦办。警方目前根据监视器追查负责人的下落，按算主动侦办。律师表示，这款行为也已经牵涉刑法诈欺罪嫌，就算讲店头家无要提告，也会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昨指出，讲台湾甲索马利兰互相设代表处，各有合作计划哦。因指控讲其中有秘密的利益关系，讲台湾长期污蔑索马利兰的高官，咱的外交部是谴责讲，这根本是写假新闻。中国政府他们所属的环球时报在10月11号的时候，他们刊登了有关于索马利兰还有台美关系的不实的报道。那全篇的报道都是凭空捏造、造假，毫无根据。那这是旨在这个抹黑跟污蔑台湾。我们对于中国官方的媒体他们公然的散布假新闻，我们予以严厉的谴责，并且呼吁各国予以唾弃。外交部表示，讲台湾甲索马利兰去年互相设代表处，嘛推动包括农业、资通信、教育和医疗等合作计划，所有的计划拢是公开、透明、合法，嘛受到外界的肯定。针对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外交部是表达抗议。再来看总统蔡英文的相关演说，提出4个坚持，其中强调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前总统马英九是批评讲，这款讲法违反宪法。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讲哦，蔡总统唔若违宪，搁台独。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国民党的讲法甲中共的讲法是一模一样。有学者是认为，蔡总统又搁强调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这其实嘛是咱台湾的主流民意。蔡总统国庆谈话提出4项坚持，包含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田无沟、水无流。这个引起政坛火甲真热的两国论，前总统马英九直接讲，这个言论已经牵涉到违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直接呛讲，蔡总统扭曲中华民国的历史，甲两国论的主张违宪，这个是咧变台独。中华民国的历史成为72年，就是改变现状，就是搞台独。同样的，两国论的主张是违宪的。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指鹿为马、剽窃历史，也不敢回应。苏贞昌倒口讲，国民党甲中国早就斗空斗好势，你来改历史，安尼感觉讲真唔值。陆委会主委屈泰山是表示，蔡总统的国庆谈话是重申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嘛是国际公认的。学者分析讲，蔡总统对方来释出善意，搁再来讲出特殊国甲国的关系。连2个中国都不能够接受的话，那台湾独立可能就是未来台湾的方向了。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跟中国大陆展现出一个方面是善意，一方面是说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否则的话，你要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是不可能接受的。在蔡总统国庆演说了后，共军耍咧来恐吓台湾。中国解放军部伫10月的暗时微博发布讲，共军最近伫福建省南部来做抢滩演练，加上长期逼挖东沙岛。国防部长邱国正伫12强调讲，共军便若有动作，咱国军都会随时掌握到。我们目前都完全掌控，但是就要怎么样对应，我们有一般的规定吧。学者嘛讲，蔡总统的论述是代表主流民意，假使中国若是无接受特殊国甲国的关系，坚持一中的原则，安尼台湾就敢会当为独立的方向来行。若习近平最近对台湾的政策，学者是认为讲，台湾分裂甲外势力的介入是中国的两撮红线。现阶段是依次对台湾做半成人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5倍更的官方网站，互网友发现讲，听说有简体字的原书买哦。民众党的立委高虹安早起嘛问行政院长苏贞昌哦，苏贞昌是讲有问题就应该爱改进检讨。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若是5倍更淡去还是太高，只要一旦变色，就会当更换新的。
有民众发现讲，五倍券官方网站正式原始码当中有简体字。负责网站设计的官网公司是表示讲，因咧应用开源软体时阵，无去修正到自家的文字，这件代志已经引起各界质疑。民众党的立委高虹安12日伫立法院总质询的时阵，就表示讲，官网公司摕到政府超过6.6亿的限制性招标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表示，若是有做无周知的所在，都要甲改正。我们今天关报这家公司，如果他在承包的案子上面有这么多什么简体字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治安的问题啦，这么多的 bug、宕机啊等等，做不好都要知道。高虹安嘛指出，公费的疫苗预约平台开将近2亿，洪志义讲预算是伤过悬无合理，建议政府未来当甲标案分予其他厂商。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回应讲，设计平台预算拢有经过专业的评估。另外，民众若是无势力，甲纸本的5倍券用淡去，也是利破去，烦恼讲无法度使用。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若是个人认出来，就会当换新的。如果你不小心被洗了哈，那这个跟3倍券一样，如果在我们规定是可以辨识的这个范围之内哈，是可以来做更换的哈。那我们有一些指导原则，那可以民众欢迎打电话到1988来询问。另外，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问到讲，绑伫咧信用卡的电子版5倍券，无法度伫咧夜市啊，还是路边摊的消费系统来纳钱。王美花表示，所谓工具有侪款，无法度全部拢顾会到。柯志杰就希望讲，政府会当扩大使用的工具，互大大小小的单位拢会当享受到电子版的5倍券所带来的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初则出席北韩劳动党76周年的纪念活动，伊是要求官员讲，即马经济景气无好，就应该爱甲重点放伫改善人民的生活。金正恩虽然是穿西装，也毋过伊说毋是穿皮鞋，是穿凉鞋，伊的健康状况嘛引起外界的好奇。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伫头前，带一群官员走入去会议厅，要来参加北韩劳动党建党76周年庆。因为进前就传出讲，伊的健康有出问题，所以讲伊特别若是出现，伊的身材甲穿插，拢会互外界来甲真咧看。金正恩穿一领深色的西米露，佮夹一条红花色的内裤带。不过，伊脚顶穿的鞋啊，毋是较早定穿的皮鞋，是一双凉鞋。外界佮咧分析讲，这双鞋甲过去真无同。不管讲伊的理由是安怎，金正恩拢敢咧亲像已经要来采取各项的行动，要用来保护健康，甲确保家己会当较爽快咧。金正恩的穿插常常去互外界斟酌咧甲看，嘛照安尼来挽过树顶，要来了解伊的健康状况。伊伫演说内底有讲，北韩即马拄到的是较安斗的经济状况，嘛有因讲要伫个未来5年会来甲恢复国家的经济，甲改善民生生活。今年是北韩劳动党76周年庆，嘛因为毋是逢5拄10的年份，所以讲伫顶个月已经来举行过见证阅兵。也若这边的党庆，搁较美手来举行，首都平壤嘛有艺术表演、庆祝活动、甲烟火秀，毋过无看到大型的阅兵。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泰国总理帕拉育昨宣布讲，对11月份开始要放入入境的限制，开放低风险的国家，只要完整做过2剂预防下民众，就会使直接去泰国观光哦，唔免隔离。泰国列出10个国家，包括英国、新加坡、德国、中国、美国，也毋过名单内底无咱台湾。咱国人真侪人爱去泰国耍，伫疫情进前，泰国每年有要加4000万的外国旅客去耍。旅游收入占20%，不过泰国去年的观光客减少83%，观光收入差不多损失500亿美金。泰国总理帕拉育8月宣布，11月初1开始，若做过2剂预防针就让来泰国耍。ทุกคนต้องแสดงตัวว่าปลอดเชื้อโควิด -19 โดยต้องมีหลักฐานผลการตรวจหาเชื้อโควิด -19 ด้วยวิธี RT-PCR ซึ่งทำการตรวจก่อนเดินทางออก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ต้นทางและจะมีการตรวจหาเชื้อโควิด -19 อีกครั้งเมื่อ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ถึ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泰国卫生官员讲，全国有48%的人至少做过1剂预防针，超过30%已经做过2剂。
帕拉预讲，开放观光是针对中期风险国家的旅客，会当免隔离直接入境省。ที่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เดินทางเข้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โดยไม่ต้องกักตัวไว้ที่อย่างน้อย10ประเทศซึ่งจะรวม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างเช่นอังกฤษสิงคโปร์เยอรมนีจีนและอเมริกา这份名单内面只嘛是无台湾，不过泰国总理帕拉许讲，所落来会甲国家侪国家放入去这份名单内。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美国社会警方的执法上过暴力争议不断哦，俄亥俄州传出讲，警察要临检一个皮肤较深的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是讲伊下半身瘫痪，行动无方便，无法度落车，也毋过警察是硬甲伊拖出来，过程拢有记录。Okay, sir. I'm going to assist you. No, you're not. You're not going to touch me. I cannot. I'm a paraplegic, sir. 39岁欧文斯比和警方查落来检查，双方强持过程中，欧文斯比敲一通电话。Hey, bro, can you come down the street to Ferguson and Grand? The police just pulled me over and they trying to make me get out the car and I'm telling them I'm a paraplegic. 双方强持，警方提出最后警告。 So you can cooperate and get out of the car, or I'll drag you out of the car. You see your two options here? Stop. Someone else. So are y'all recording this? 话过程风落落来，会当看到警方救欧文斯比的头毛，抓落来压在伫涂骹上口。欧文斯比被逮捕了后，也向警方要60岁啊。这个案件目前伫俄亥俄州由戴顿市官员调查中。戴顿市长话咧表示，警方这段影片让人非常的担心。警方表示，看到欧文斯比为一栋涉嫌毒品的处离开，才将伊抓落来。因为欧文斯比有毒品侵害前科，需要求伊落车，和受毒犬上车执勤。欧文斯比后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家己安尼受伤，而且无受到尊重。警方后来伫车顶找到22450块美金，相当代表63万。受毒犬对这个钱有反应，警方表示，这代表这个钱甲非法毒品有关系。另外，最近伫美国社会受到关注的，就是枪击泛滥、毒品交易犯罪浸伫社区，造成囡仔无辜无名。伊利诺伊州13岁的阿玛利亚·琼斯，就是最近3件不幸案件中的其中一个。去年父亲节的前一天，伊伫家己厝，当咧跳着家己编的舞蹈，互母亲看的时阵，突然互人为外口开枪弹死，门窗甲厝内底的电视也互拍破。案发到今15个月，一直拢无破案。美国总统拜登捌表示，枪击暴力伫美国已经成做一种流行病，未来枪击管控将会更加严格。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黎巴嫩进前全国大停电，政府去借钱买燃料，才恢复送电哦。结果伫南部一个重要的石油设备，佮火烧哦，烧掉25万立的油，会当讲是已经无米啊，佮去拄着轮回。消防人员经过3点外钟，总算将火拍花。进前对正远的公路，就能看到首都贝鲁特以南差不多50公里的萨拉尼田顶乌烟一直冲出来，亮着警铃声的拍火车，一台线一台要去拍火。附近的民众正担心会爆炸。جاي عم بتطفي بس للاسف ما في لا طياره ولا في شيء وين المسؤولين وين العالم كلها نحن هلا بحاله خطر كبير يعني تصدر بيان سريع لانه الحاله صعبه كثير 萨拉尼这座汽油渡船组是负责供应全国15派的燃油，10月突然间导火，因为所在就伫咧2个上大发电厂其中的一个附近，而且2天前才因为能源短缺关起来，已经是能源危机的黎巴嫩，这个时阵能源设施搁发生火灾，时机地点正敏感。导火迄当阵2个油组之间伫咧输送燃油。وهو من مخزون الجيش للبنزين ما له علاقه بالديزل ما له علاقه بالمازوت ما له علاقه بالكهرباء شي 250,000 لتر وخساره يعني الخزان اللي هو ما بنعرف قديش مضرر بس مضرر 有目击者讲，伫咧油组导火进前有听到正大声的声音。发生社报道讲，这座油组有储存30万公升的燃油。消防员伫咧拍火时阵，军方是甲连接贝鲁特以南的主要公路封起来。伫这场火灾发生前，黎巴嫩拄则做全国大停电，恢复供电。不过，也只是恢复到大停电进前的情形，就是一天只敢2点钟有电通行。去年贝鲁特港口因为放伫咧港口要到6年，2750吨的硝酸铵大爆炸，造成219人死亡，几落千人受伤。互原本就已经伫咧长期经济萧条的黎巴嫩经济更加歹。
自2019年到即马，2万人磅对美金是盘超过90%，钱愈来愈无，有3%的民众生活真艰苦。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云林肉品市场过去主要是以拍卖猪仔甲屠宰的业务为主哦。最近推出分享猪这个新的猪肉品牌，要来推销云林县家己饲的猪仔哦，要来扩大通路，增加价值。不管是烘烟肠、卤肉饭，还是贡丸汤，拢是猪肉加工品的原料。这猪肉加工品原料，拢是来自云林县永寿的国产猪。过去云林肉品市场，拢以毛猪拍卖还是屠宰作业为主。现在肉品市场结合原来4间肉品的加工业者，共同杀出云享猪的新品牌。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就是协助厂商，让我们的能见度变高，用一个云林集体的一个就是共识跟一个概念，来把这个云享猪这个品牌推广到就是全台湾去。这其实是对于就是在云林的这些业者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正向。云林县农业署表示，为了促进地方农产经济，和提升肉品加工作业现代化，会当让消费者有更侪安全卫生的肉品。不管是林三马精，还是自有的公司品牌，只要在云林有些毛猪还是加工肉品，除了产销履历。CAS、HACCP 还是 ISO 22000项认证以上，都会当挂上云享猪的品牌。云林猪肉的制品大概的整个产值差不多占了320亿哈，那算在农业里面非常高。那云林的整体的这个农业产值差不多是在800亿，所以它也占了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我们希望透过辅导猪肉以及猪笼在饲养的时候，然后能够产生更好，也让我们国人在消费国产猪的时候有更新鲜跟美味的一个方式。为了开拓新通路，云林肉品市场嘛变转型，结合原来业者杀出的品牌，都希望来自原来的猪肉，会当通过各项检验，并用新通路帮助中小型的饲猪好，增加肉品的销售平台。记者云林报道。咱来看高雄凤山有一个查某人哦，伊买2罐卫生纸，价值差不多800块，去互一个富人人偷摕去哦。这个富人人嘛，互警方抓到哦。伊想要和解，也毋过煞互要求讲爱10多万的赔偿。这个富人人惊讲会互抓去关，就乖乖甲钱汇过去。也毋过伊厝里的人知影了是真不满哦，嘛去告这卫生纸的主人恐吓厝财。脚踏车挂着2罐卫生纸，这是今年8月高雄凤山一名妇女所偷摕的卫生纸。最后，伊互警方移送法办，惊去互关。伊找失主要和解，本来向方面讲好2罐卫生纸的金额加上100倍的赔偿金。失主甲钱摕走了后，煞无爱和解，搁再一摆找着妇女，金额变成家讨10万块。妇女惊互关，真正甲钱汇互对方。厝内的人知影了后，带伊去提告。的女子啊，不断以各种的方式，还有各种的理由索赔。那索赔的金额啊，最后高达了18万多元左右。妇女提出着恐吓厝财的告诉，警方侦办了后，认定失主真侪甲用言辞等等方式甲妇女来讨钱，导致对方付出真侪金额，甲伊依照着恐吓厝财来函送。要不要起诉或缓起诉是检察官的权限嘛？自己一知半解的法律，或者是他明知道而给予不正确的法律观念，富人付出了这个10万块的和解代价的话，那确实有可能会造成诈欺。律师提醒，亲像是侵占着卫生纸这种较轻微的公诉罪，还是会当透过和解由检察官来决定敢要起诉还是反起诉。不过对方若是讲担保一定袂去用起诉这讲法，就要说理，因为公诉罪是检察官的权限，当事人是无权利来决定。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年底的海草大特别公道，经济部有提出第3天然气接收站外塞的方案哦。今仔下晡会伫环保署来审查。早起经济部嘛开记者会，强调讲外塞1.2公里，这影响2%左右的海床面积，对海草大的生态影响已经降到非常的低啊。下昼开宽屏会，经济部会再开记者会，就是要提出科学证据，甲民众讲，3接外塞的方案已经对海草大的生态影响降到非常低。经济部委托调查，大石上济顶分布伫最深18公尺的所在，这代表离花上远顶有1.7公里，并不是环团所讲的5公里。外塞1.2公里的3接对水下大石影响轻微。它通过的面积，我们测算了一下。
事实上不会超过2%，已经大幅的缩减对这一边的影响。经济部强调，外泄方案和供应天然气延到2025年，但比规个中来好伤济。嘛相信，为着要达成总统宣誓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化石燃料天然气依然是能源转型上好的桥接选项。我们没有办法明天开始就不用天然气发电，但我们可以用排碳量比较少，只有1半的燃料来发电。仁爱海草大公投推动小组是发声明，批评经济部公印的公投主文的讲法有错误，这是真正的错误。强调海草大的生态系不是单独的存在，更加认为生态无法度切割。经济部这个做法嘛，互环保署变成是放水署，这则环评史上的最后一天。记者林丹碧如台北报道。来看台南有民众啉酒醉，竟然想要省钱，叫救护车甲伊送病院哦。台南市对去年7月份实施消防救护车收费要点以来哦，已经有开出25张的收费单，一张是14块，就是希望要阻止救护资源互乌白使用。车祸救护出动9辆。消防分队一收到勤务中心传来的救护消息，队员马上换装备出发。不过，消防救护案件是逐年增加，但是嘛常常有民众滥用医疗资源，把救护车当作医疗专车来使用，互基层的消防同仁是真忝。你叫他的时候，他是对你是有回应的，意识还算清楚。可是就是呈现一个喝酒醉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想要请我们送他到医院去打个醒酒针之类的。那因为基于他就是有呕吐的状况，然后而且他家属又很坚持的要我们送他到医院去，所以就是后来我们还是有帮他后送。目前全台总共有11个县市明定消防救护车收费的规定，台南嘛为此制定台南市消防救护车收费实施要点。民众若是有违反相关的情形，就必须要纳滥用消防救护车的费用。对去年7月以来，目前是已经开出25张的告知单，一张1400块。从到院前到到院后，医生的诊断确定他是轻症的话，那这个就符合轻症滥用。那通常我们头脑会告知他，不要去滥用，那我有一张劝导单跟他告知。台南市消防局是表示，收费是为了防止滥用，但是基本精神嘛是服务市民为原则，伊对于继续立法，删除等收费对象，经过审查了后会当免除收费，呼吁民众爱甲紧急的救护资源留予更加需要的人。记者郑云台南报道。咱国内查房的情况哦，嘛是个真严重。消基会今仔就办一场座谈会，希望收集各界的意见，要求政府伫社会主体处理这议题，会当如何用心来处理。国内出价继续加悬，为了稳定房市，政府将锁定囤房10户以上的人进行纳税查核。内政部也有计今年伫全台13个所在陆续推动社体的兴建。这场房市座谈会，内政部就再次表示，兴建社体，互城市发展更加顺畅，为民众谋求幸福的主张。国家应该要有具体的住宅政策，也要有清楚的不动产政策，而不是一切交给市场解决。社宅也可以盖成豪宅，其实社宅也可以把很多好的元素考虑进去。我们台湾的社宅也有逐步往豪宅在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除了社体政策，实价登录2.0，房地合一税2.0伫7月上路了后，政府一直促手的时阵，民众更较关心的是要安怎才会当买好厝、住好厝。如何安心的买到房屋？如何买到房屋以后安心的入住，是我们在服务消费者的经验上面体会到大家关切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登录2.0，加上房地合一税2.0，未来就是一个诚实房仲3.0的时代。消基会希望透过三观合界的座谈交流，为国内不动产环境甲市场创造更好的局面，也呼吁政府在促进房地产资讯透明化等的要求之下，有缘爱随时检讨相关政策，才会当互房市更较健全。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一个超商的店员，互精神病人伤害，目睭险看无，这个事件互社会大众是真关心哦。今仔日欢迎着举办精神卫生法修法的公听会，有医疗专家是认为讲，国家应该要有紧急强制精神病人就医的权利，上好买当做伙来进行司法的审判。顶个月，屏东发生一个精神无稳定的查甫人伫超商攻击店员的事件，引起社会再度对这个精神病患强制就医来讨论。立法院举办精神卫生法讨论，或者要回归社区了后，社区是毋是有够业的这个治疗机构、社工，也是讲会当来协助做追踪？我觉得社区能做的，目前能做的还是很有限。打电话的话，可能就变成是例行公事这样子。好，那如果说真的要很仔细的关怀，那个关系要建立得很好，大概是会有一些困难。以治疗精神疾病为主的这个北市联谊尚德园区，嘛放出谈话讲社区关怀机制的空茫所在。那目前卫福部设计的危机处理小组，大概是全世界特有的特色，它其实是以医疗人员为主。其实我们只要看文献。国外的警务文献里面，这些都是由警政来主导，所以社区安全网只剩下精神医疗，我想这个注定就会失败。政府还是应该有精神科紧急医疗强制治疗的权利，这个才是进步的开始。医疗医所建议讲，国家要是爱有紧急强制精神病患就医的权利，并且爱搁到达同案性的司法审查。司法院回应讲，有打算要来修正精神卫生法，会把强制治疗甲纳入去法官保留原则。目前的强制住院呢，是由这个行政部门，也就是由卫福部他们设置的这样一个审查会来做一个决定。法官保留的程序就是有一个，它最主要意义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公正的机关去 review 去审查，就是行政部门做成这样一个强制住院的一个决定，到底符不符合比例原则。司法院嘛补充强调讲。会来予法官裁定强制就医，嘛会保障精神病患因委任的律师的代言权。医疗专家嘛提醒讲，思觉失调的患者因的暴力犯罪比例敢若占0.75%。假使讲社会若是愈加排斥，安尼这个患者因就医的意愿就会愈低。伫强化社会安全网的时阵，嘛应该来接受患者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南投鹿谷乡的冻顶地协合作社举办冻顶老茶甲蜜芳贵妃茶比赛哦。今年2款的茶米参加比赛的数量拢比往过较侪，是真竞争。合作社嘛希望讲透过比赛，大家互相交流，嘛邀请专家来评鉴，互消费者会当买了较安心。南投县是台湾茶叶上大的产区，县内有德山、水里等等8大茶区，其中鹿谷的冻顶乌龙茶是非常出名。冻顶茶叶合作社举办茶米比赛，除了冻顶老茶的评选，也有特别的蜜芳贵妃茶参赛。2款茶米今年报名的数量拢比英国较侪。今年报名的蜜香茶农非常踊跃，我们总共有183件的茶农来报名比赛。那在老茶方面的话，有119样。所以这次参加的茶农，他们都是蛮优秀的茶农。蜜芳贵妃茶也合作燕仔茶。和碰红茶同款，是茶叶经过糖加过，产生特别的成分，造成特殊的气味。咱若讲到冻顶乌龙老茶，是茶叶做成茶米了后，要放伫瓮仔内底一段时间，放愈久，气味愈顺愈高。我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参赛的茶农不要焙火的太重，因为你焙火太重的时候，你可能把蜜香的味道可能把它压下来了。那蜜香茶还有一个特点，它儿茶素很高，好的老茶陆陆续续都有出现。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茶农品质行销售的时候比往年更进步。鹿谷冻顶茶叶合作社透过举办比赛，希望增加茶农交流的机会，大家互相交换意见，提升技术，也请专家来评鉴和分级，确保茶米的品质，互民众拢通安心的消费。记者综合报道。有愈来愈侪大学带学生侵入社区，甲民众做伙来解决一寡在地问题哦。咱来看高雄的正修科技大学 USR 团队的学生即马就伫屏东的身边设一个基地，望讲会使来替在地尽一份心力。你有听过王来所，无一定听过辉王所。原来这是正修科技大学 USR 团队的学生，和民间企业合作，结合在地灰龙果、王来所做出来的有特色的农产品。
即马屏东新北乡有 USR 团队进驻，因就是斗想办法来解决在地产业的问题。把我们新北的特色，譬如说我们的木瓜、火龙果，还有我们的凤梨，把它结合起来，让我们大家新北的这个特色能够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很多产业都是一些像小农市集的这种产业。那比较没有整合性，所以我们 USR 团队进驻以后，我们就针对这边比较需要人家帮忙的地方，我们做一些计划的一些规划。即马真侪大学拢有 USR 计划，也就是鼓舞大学生参与社会，去发现在地问题，想报道解决。正修科技大学就针对屏东新北乡的农产品，提升特色，促进偏乡的地方产业，也让学生对在地文化更加了解。我们希望呢，借着这个关怀据点的设立，有这个基地的部分，将来让同学来这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新皮的一些元素把它教导给学生，然后希望也能结合老师的、学生的一些专长的部分。然后能协助地方来做一些发展。那农产品 ，USR 团队也关心其他议题，包含人口老化、新住民等等，望让在地社区愈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每一项历史文物拢代表不同时代的文化。咱来看，过来有愈来愈侪研究修复文物的师傅，伊用真有路的功夫，甲一寡历史的文物恢复伊本来的面貌好这珍贵的文件会使继续流传。屏东新北乡柏铁村的天后宫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厝顶的展览是真水嘛，做了真有路。不过因为侪年来拢无维修，所以结果渐渐减少，造成安全的问题。80年都没有维修过了，所以会坏得这么严重了。它那个脊已经断掉了嘛，那边脊也已经断掉，所以你一震动下来就垮了。高雄市蛤蟆乡大天宫内底有侪国宝级师傅的作品，美术是博物馆同款。其中庙宇的展览是由叶总家族做的，不过因为经过80年的时间这展览开始旧嘛歹去庙方决定家己筹备资金来修复。而且按算要邀请叶总家族的后代也免给师傅，希望照原本的模样来修复。这些我们看到的剪呢，它几乎是等同是室内的剪年。伊他要用的这个叫用这是阮阿公叶宗，跟阮爸爸叶进禄，跟阮阿伯叶进义，因迄代因所合力完成的。中华黄庆元上号金银厅内底的金银界门，80年前是由木雕师傅李祥林做的。后来黄家的旧厝卖去，文化人士发起抢救金银厅的运动，发现内底有真珍贵的金银界门。落尾黄家决定捐予政府，政府邀请李祥林家族的后代，嘛是木雕师傅的李炳贵来主持修复。80几年来一直在使用，可是有部分有点损坏掉，也时间那么久了，本身的丝织品绢化那一些东西都是已经碳化那种程度了，整个就全部坏掉了。在台湾有侪历史文物面临消失的危机，连带真侪传统工艺嘛有传承的问题。不过透过新的专业修复的课程，传承修复技艺，也佮有运用科学技术来增进修复的品质，让历史文物的岁月风华会当永远保存条例。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